去看世界，咱甲镜头来去英国，咱来英国看一件真特殊的医学案例。这是英国有一个子宫功能不全36岁的妇人人，伊的阿姊尾啊，甲这阿姊的子宫捐互小妹，因为这个小妹伫今年2月份的时已经顺利生囝，这是英国头一个透过捐子宫成功生囝的案例。 这个查甫人拄做老爸，伊甲囡仔抱伫手里，看落是欢喜甲。不过有这个囡仔是真无简单，因牵手格瑞斯36岁，因为得着 MRKH， 也就是人讲子宫发育无完全的症候群，因为生殖系统欠缺正常的功能，所以无法度生囡仔。因若即马会当生查某囝，甲伊抱伫手里，上重要的爱感谢伊42岁阿姊艾美，甲子宫捐互伊。Let her do that for me as well. But I mean, it's incredible. It's a huge act of sisterly love. It was never in question that if there was something we could do, that we would do it. 格瑞斯自来就无法度有心，因为无法度做老母，这个遗憾一直互伊感觉真励志。因为因阿姊已经生2个查某囝，所以决定把伊的子宫捐互因小妹。在英国子宫捐赠慈善机构的资助之下，伊伫2023年2月做子宫移植的手术。后来格瑞斯有心，伫2月27破百生一个真健康的查某囝。格瑞斯为着要感谢因阿姊，专工用因阿姊的名，甲查某囝号做是艾美。Yes, this is not life-saving, but it is life-enhancing, life-changing, and certainly creating life, which I think you can't have better than that. This is not for everybody, but this is hope for a goodly proportion. 2013年，瑞典大兴全球做子宫移植的手术，到达全世界已经累积超过100件的案例，已经生出差不多50个健康的红婴仔。因为英国已经完成另外3例子宫移植的手术，这3例是使用已经过往捐赠者的子宫。医疗团队希望这个人嘛会当成功有囡仔。国际新闻张淑芬编译。